咱着鞠躬敬拜，为了伫创造咱的耶和华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有生的百姓，是伊手的羊。欢迎下这大家平安。咱三甲来学了上帝圣诗第52首，归阳光归伫圣父上帝。圣诗第52首，请起来念。请咱同心来祈祷。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创造宇宙万物，值伫阮出声而乐的天父上帝。伫透早阮醒起来时，头一个念头就应该爱孝念你。头一句话就是爱而乐你的圣名。头一项事就是爱用诚实来敬拜你。因为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感谢你一礼拜久的保守带领，今早起阮正受阮的囝儿有份，来到你的圣殿做伙，要来敬拜阿罗你。由你即时安静阮的心，阮决意无要互世俗的事先占满阮的心思意念。主啊，大先阮要向你来悔改认罪，伫日常生活有意无意中来得罪你。阮的耳孔较爱听别人的闲话，阮的喙齿较爱批评别人，阮的心过头贪恋世间的一切，较赢过听你。阮爱用暂时的感觉来看人，低高常常伫受气中来犯罪。阮的服侍定定毋是真正咧看到别人的需要，往往是咧夸口家己的较敖。但是慈悲好怜悯的天父，你知阮的罪性。了解阮的困境，恳求你的慈爱怜悯阮，照着你的丰盛的慈悲，撤销阮的过失。伫昨日，南韩甲北韩的领导人有见面，受到国际的重视。阮希望是一个和平的开始，因为怨恨会引起三种仁爱牙砍拢总的过失。反倒当阮咧看阮台湾伫国际上受到欺负的困境，我也求主保守带领，互阮台湾会当行出一个无共款的道路。阮相信，只有及时牵调你的应允，
就会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只是阮的肢体当中，有人身体欠安，心神软弱；有人经济拄着困难，生活拄着挫折的；有人心操烦，互世俗来颠盘的；有人伤心，世界看拢无路的。求你的手亲自牵着阮行过每一个阶段，佮替阮透开心中迄个死角。主啊，求你着看阮逐人无共款的需要，但是就遵照你的旨意来成就。只是求圣灵临到阮中间，阮要开阮受教的耳孔，拍开阮的心门，互你管压阮焦躁的心灵。也亲自用油抹伫蔡牧师的喙，互会当传讲对你所领受来的信息，会当振兴阮的心智，互阮每一个兄弟拢会当得到圣神的感动，大家欢喜参与伫服侍，同心来建造一个谦卑、有活力、有意向的教会。阮知阮所想所讲拢无够完全，只是阮也要用主所教示的祈祷文，齐声祈祷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天灵。阮的一时今仔有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赦免过阮的人。你传你是，你阮的爱，你福阮的天伦拢是所，大家有情，阿门。启应，咱继续用启应的方式来交托上帝的话。启应文第19篇，伫圣诗的后壁面第29页。启应文第19篇，就是诗篇95篇。我来启，请大家来应。来啊，咱着摇花唱歌。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洋海属伫伊，是伊创造的。来啊，咱着鞠躬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今仔日你若听伊的话，伊的声，咱阁继续吟诗来学乐上帝。圣诗第27首，上帝做咱代代帮赞。27首，请咱起来吟全首。Oh
八家教会的诗班要因带咱做伙来学乐上帝，因要念的是学乐主。教会的诗班带咱做伙来学乐上帝，愿一切荣光拢归乎至高的上帝。圣经今仔日要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箴言第4章23节，箴言第4章23节，现代中文译本伫812页，台语汉字本伫696页。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所思所想爱谨慎，因为生命是对思想定型的。因为今仔日的圣经较短，
我邀请大家用你手中的版本，咱做伙过来读一遍，好无？请。所思所想爱谨慎，因为生命是对思想定型的。多谢。信息，今日本堂蔡准牧师，伊要来分享信息。题目是木心系列第一讲，心乱了，心乱了，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别个教会的兄弟，弥呼弥撒。好，我尔还讲一句尔。吼，即礼拜咱开始要进入另外一个主题。牧师要分享即个木心的系列。即系列是真实用的信息。如果大家若专心领受，一定会当透过上帝话来得到帮助。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现在阮安静伫你的面前，要用恭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阮清楚明白，你的话是有气力，是充满活泼的力量。当你的话进入阮的生命，就会带来改变、调整的气力。主，阮恳求你。阮欢迎你的话进入阮的生命，来帮助阮，来更新阮的生命，互阮的生命咱来合你的心意。也恳求主你赐落信心甲疼心，互阮实行你的话语，无任何阻碍。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大家拢知，我第一个囡仔叫做木心，当初号即个名。有几个无共款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当然这是牧师的心肝宝贝，所以来叫做木心。个另外，其实我对伊有一个期待，就是伊会当学习牧养家己的心灵，牧养自己的心灵。因为我非常清楚，当木心大汉了，就是咱这个时代，大概是咱人类有史以来心灵上界空虚、上界混乱的时代。所以我期待伊会当牧养家己的心灵来面对这个世代。所以咱今日开始要开始另外一个系列，咱爱的真谛的系列已经一冬久，咱来读爱的真谛。咱未来一冬，咱要用木心系列来学习牧养心灵的功课。所以希望大家做伙用心来学习，因为咱是活踮伫一个真无用的世代。咱若看即个汉字即个盲即个字无用即个字，就是心死亡就是讲无用会互人心乱，乱甲甚至心会死。咱古早人讲上界悲哀的代志，就是心死去。人心死去，就是拢无愿望啊嘛。所以无用会互咱的心乱。心乱会造成咱生命、咱的心灵的死亡。所以这是上界大的悲哀。咱来去面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富士德，伊讲无用毋是属地魔鬼，伊本身就是魔鬼。意思讲无用就是魔鬼，因为咱知魔鬼上界大的目的，就是爱咱离开上帝。无用就互咱的心乱。心乱就离开上帝。咱来知心是影响咱生命的关键。心一旦乱，咱生命的步调就乱去。所以咱来真清楚、真认真、真严肃来面对这个问题。心为什么会乱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过度紧张，还是讲过度欢喜。咱知影人紧张心就乱去呢。我记真我第一遍讲道准备了真认真准备真久迄逐字拢用逐字稿写好徛去咧讲台了哇！看到遐尼济那个信徒伫下面心都乱去开始学袂讲亲爱的天父上帝讲，亲爱的兄弟姊妹
啊，拢开始黑白讲吼，啊，讲啊规身躯拢流汗，吼，冬天个流汗吼，迄时是真紧张，紧张心就乱去。啊，你上过欢喜嘛，心乱去。我会记我第一遍要做老爸吼，无顺了要生产，啊，送去即个妇产科吼，伫遐挺好要生产。啊，因为吼无顺了较细粒子吼，啊，母亲佫较大只吼，所以生无啥会出来。注这催生的车吼，注这注24点钟吼，嘛佫无法度生产。啊，所以护士就老讲，安尼爱用手术的方式来生产。啊，伊就老讲，啊，你去签一个迄个手术同意书。吼，其实吼，我要大家讲，我国文算得袂歹。我大专联考吼，迄当吼，我唯一的国文赢过阮迄当的榜首就对了吼。国文算得袂歹，但是伊叫我写3字吼，剖腹产我写毋着2字啊，伤过紧张啦，心都乱去吼。这是第一项。啊，第二项吼，过头的忧愁，也是讲哀伤，嘛，互咱的心会乱去。有个人突然间遭受到突然间的意外，临在咱的生命，咱的心慌意乱，哦，心错乱去，所以毋知影要处理，哦，咱拢有即款的情形嘛。啊，过头的哀伤嘛，互咱的心乱去嘛，哦，啊，所以牧师吼，伫即个木星系列内底有5讲，会甲大家讲安怎去处理伤心的代志。咱家己伤心的代志，怎去面对；别人伤心的代志，咱怎去帮助伊。吼。佮第3项就是咱今仔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俗世有息佮困扰。因为咱是生活伫一个充满有息的世代，即世间的代志吼，真紧地吸引咱，互咱的心找袂着正确的方向。啊，所以吼，面对着俗世有息佮困扰的时候，咱心嘛茫所乱去啊！啊，所以有时阵吼，伫即个真无用的世代中间，咱的生活有一时就陷入迄个失衡的状况。失衡就是讲，咱的生命失去平衡。吼，生命失去平衡。一般人的失衡表现伫几个方面。哦，啊，牧师今仔甲大家分享3个方面。一个人若生命失去了平衡，心乱去，引起生命失去了平衡。伊会表现伫三种方面。第一，伊看代志的角度会失衡，失去平衡。好，第二讲看代志的角度错误，常常发生就是用自我做中心。角度失去平衡，吼，会造成真大的问题。吼，譬如讲吼，咱若角度看代志的角度吼偏差去，吼，啊，这就是会失去焦点。我知影咱中间有一寡人做爱看迄个电视迄个政论性节目，对无？吼，有个人安尼看了真受气，啊无看佫困袂去，吼，所以做爱看，逐工拢爱拍开迄个电视看。但是咱详细来了解来讲，即个评论即个政论性节目的这来宾吼，因往往有家己的立场嘛，吼。啊，但是因大多数拢是去看对手的立场顶面的歹的所在。去批评，差不多看对方吼无一定是好的，吼。啊，其实咱嘛平心来讲啦，吼，咱真公平来讲，搁较歹的政党也是搁较歹的人，嘛有一点仔好处，吼。但是如果你若徛的焦点，看的焦点失去平衡了，就有限制。吼，这是角度失衡的原因。啊，角度失衡对咱来讲吼，会产生2种影响。第一种影响就是吼，咱关心的范围就减少，你敢若关心家己，无要去关心别人。一个人的心若受到捆绑吼，伊会将迄个关心的范围，哪来哪缩小，哪来哪缩小，缩到尾啊，就是关心家己吼。啊，凡事拢用家己做优先，家己当做重要。啊，咱若做安尼，咱会较快乐，咱会受到保护。其实毋是呢，即款的人通常家己尾啊嘛会受到伤害，无一定会快乐。咱看起着圣经对咱的教示毋是安尼，圣经咱讲毋通家己顾家己，吼，也嘛爱关心别人的利益，关心别人，互咱服侍的眼光会当扩大，咱生命的境界嘛扩大，咱的生命会较快乐。啊，但是如果你若角度失去平衡了，
你只关心家己，无关心别人，安尼就是真无好诶事吼。咱看咱诶周报吼，今仔报告诶第一点，咱知影，今仔咱诶主理是特别为着原住民诶传道书来奉献。因为咱知影真侪原住民诶教会吼，无论是伫部落也是都市，像咱今仔邀请来别家教会，这是伫都市吼。实际上吼，真侪原住民诶教会吼，因伫经济上拢是属于弱势，特别是因对传道者供应，有时拢会有欠缺吼。咱拄则看因咧献诗吼。咱今仔有老牧师甲区牧师伫咱诶中间吼，司琴诶是因查某囝，指挥是因后生，敢是安尼吼？规家拢爱服侍啦，因为咱知资源无够，人力嘛无够，真需要大家关心。咱教会吼，每一档拢会有拨出一寡经费来关心，譬如讲咱拢会拨出咱诶金额差不多30万吼来关心，但是咱期待吼。会当关心30个，传道者一个人会当补助伊生活费用3万块，所以需要90万，咱佫欠60万，所以需要大家今仔做伙来祈祷，做伙来参悟，所以无需要大家讲，毋通干若关心咱家己，嘛爱关心别人。咱已经有教育，咱着将咱的服侍范围来扩大，安尼生命较会丰富。第二，较多实行会造成第二个问题，就是。只追求物质，无在意心灵。角度失去平衡，同时也咧说明讲，一个人的价值观被扭曲。当一个人的价值观错误了，伊只是去追求这世间的物质的世界，袂记这心灵是更较重要的所在。咱今日所读的经文是安尼讲，你所想爱谨慎，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咱拢较熟的是和本的圣经嘛，吼！你要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所以心灵其实是比外在的追求这物件更较重要。当你的角度实行了，你就是去追求这世间，袂记这心爱去保守咱的心。这是心乱的第一个造成的结果。第二，因为第一项角度实行。所以，咱的顺序嘛实行，咱安排代志的顺序实行。心乱的第二个现象就是，咱生命中间迄个重要的代志摆咧伫后壁面，次要的代志较摆咧伫头前。安排的次序顺序失去平衡。咱知一般管理学者将代志简单分做4种。这今仔牧师毋是要甲大家分享管理学，因为咱中间有真侪人管理学拢比我较强，只是简单来举几个例。伊种代志简单分做4种，第一种就是无紧急也无重要。譬如讲，咱明仔载早起顿要食啥？这无啥物紧急嘛，无重要。到时较来想就好啊。这无真食啥货对咱来讲，毋是足重要的代志。所以无紧急也无重要。第二项就是无重要，但是真紧急。譬如讲，咱若要去坐火车，火车袂等人对无？时间到伊就走嘛。如果咱若上晚出发，就变做足紧急的代志。咱爱冲去坐火车，坐无着，敢有要紧？袂要紧，你搁后一班嘛，对无？所以这是紧急，但是无真重要，要后一班。所以咱等下要坐电梯毋免紧张，搁后一班啦，这无重要，但是小可紧急。第三项，这是重要搁紧急。譬如讲拍火啦，火烧厝，要去拍火，若无马上去拍，火会烧咱的财产，咱一寡咱的生命财产会失去。所以这是重要，但是紧急。第4种就是重要，但是无紧急。譬如讲，咱中间若有一寡学生，明年要考学测，这是对伊来讲真重要，对无？但是无真紧急，因为明年咱有一段时间会当准备。照管理学者的讲法，就是讲，咱爱做啥物货？咱爱较侪去做迄个重要，但是无紧急的代志。意思讲，咱将重要的代志逐先来做，
吼，毋通互伊变得紧急啊，逐时拢咧拍火，安尼就无好，吼啊！但是偏偏有时阵吼，咱人拢足奇怪，爱将重要诶代志放踮伫后壁面，爱用真少诶时间来做，啊，却将真侪时间浪费伫无重要诶代志顶面。比如讲，有一寡学生，伊明明都要考试啊，啊，足紧急诶代志，啊嘛足重要诶代志，啊，结果吼，伊就感觉讲啊，这个时阵我阁要放松一下，啊，阁要来看电视，啊，要来耍电动玩具，啊，这个人生的安排，迄个顺序的安排毋对，吼，所以咱应该爱做重要但是无紧急诶代志，啊，这对咱来讲真重要。比如讲，牧师感觉讲，每一礼拜讲道是非常重要。所以我毋通互伊变得紧急诶代志，我毋通拜六下暗12点才开始伫遐咧写讲道篇，安尼就袂使啊。所以我至少拢上班，我嘛是礼拜日顶咧即礼拜吼，大概将后礼拜已经准备好啊。所以吼，咱中间小组长就知影，等下礼拜结束了，你就会当摕到牧师后礼拜讲道篇诶大纲。因为这足重要诶代志，所以我要事先准备起来，毋通。互迄个变成咱咧，逐概拢咧拍火安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如果若心乱去吼，咱安排生命代志的顺序，就会失去差错。咱诶真重要，爱去做，爱做迄个重要但是无紧急的代志。第三项，就是咱会发觉讲，当心乱去吼，咱会拄到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顶面，咱会失去平衡。这事实上甲第一项事情有关系，因为咱若看代志的角度失去平衡，咱即个人的价值观错误吼，会造成时间上的失衡。啊，即款时间上的失衡会造成两个无好的结果。第一个就是无看去现在，只看去现在，无看去远远的代志。真侪现代人吼，伊的眼光真短视，只是看眼前的利益，无看长远的代志，这真无好。包含咱个人同款，咱个人爱有人生的意向，爱有目标。咱爱看去这个目标，毋是只干那重视这个现在的代志。教会嘛是同款，教会爱看去上帝互咱伫咱的教会的计划，看去一个未来的意向。安尼咱较有奋斗的目标，毋是干那看现在要应付的代志。啊，第二项就是真侪人惊看即生，无看永远活，因为这是影响咱上界大的代志。关于生命的代志，甲头前迄个讲的相共，真侪人只重视咱即个人生的享受，忽略咱有永远活命的愿望。圣经的教示毋是安尼，保罗甲咱讲讲咱并无关心看会到的，是关心迄个看袂到的代志。迄个看会到的是暂时的，迄个看袂到的是永远的。所以保罗先生甲咱讲，咱爱去关心迄个肉体活命结束了的这代志，用咱有限的人生去追求迄个真实的愿望。就是当咱肉体的活命结束了，毋是人生的结束，反倒当是上帝要享受咱永远活命的开始。所以咱今日分享这个，咱就明白，当一个人心乱去，伊会造成伊的角度失衡、顺序失衡、时间上嘛失衡。那安尼怎去面对？就是咱爱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安怎去保守咱的心。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对咱讲，你爱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所思所想爱谨慎，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而且迄个心现代中文译本大翻译做思想，意思是讲，咱爱保守咱的心，就是爱保守咱的思想，因为一生的效果是对咱的思想发出的。意思是讲，咱思想想啥物代志，会影响咱一生的命运。你心内想啥物，上好的物件，你的生命会哪来哪好；啊，你的思想哪来哪歹，上负面的，
就是讲像一寡无好诶，你诶生命就哪来哪受苦毒，哪来哪无好。所以圣经爱咱保守咱诶心，就是爱保守咱诶思想，保守咱诶心思意念，互咱诶心会当领受上帝所赏赐诶美好。啊，关系即个保守咱诶心吼，牧师有3项提醒。第一项，咱一步一步来学习。第一项就是爱除去咱生命中间的罪啦，因为罪是影响咱的心的代志。真侪生命中间失去平衡，拢是因为罪的因素。有真侪人袂感觉家己有罪，特别是咱台湾人，咱台湾人对罪的迄个感觉真无够。大家拢感觉讲我虽然毋是十全十美，但是无至到讲犯啥物款的罪嘛，但是咱来明白，圣经中间对罪的看法是内心的态度，毋是在干那伫外在行为哦。有真侪人虽然外在行为看起来甲亲像无犯罪，但是伊内心起了迄个犯罪意念，这对咱来看，这就是罪的捆绑啊。所以耶稣对咱讲，你怨恨人就是杀人。你无实际上去杀人，但是当你开始怨妒、开始怨恨别人的时阵，耶稣讲这就是杀人。耶稣讲，你看到一个妇人人，你就起了淫念，就是犯奸淫。虽然你也会有犯奸淫的动作、罪行，但是你的心安尼想的时阵，已经是犯罪开始。所以，咱每一个人，咱心中拢会充满了怨妒，充满了怨恨。所以圣经同咱讲，世间人拢犯罪，欠缺了上帝的荣耀。上帝创造咱原本这有照伊的形象所创造，原本就是美好的，但总是因为罪的捆绑、罪的因果，咱无去活出迄个应该荣光上帝的画面。若安尼要安怎解决？其实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上界重要的目的，帮助咱解决上帝。帮助咱解决咱罪的问题。所以，咱看起来这段经文讲，上帝无少牺牲基督，掠伊做赎罪祭，借着伊的死，互人对着神来得到赦罪。所以圣经咱讲当咱意识到咱是软弱的罪人的时阵，咱愿意认罪悔改，我靠耶稣基督赦罪的功劳，咱会当除去咱心中的罪。所以要保守你的心的第一项，就是爱安怎？爱除去你生命中间的罪，就是我靠耶稣基督来除去咱生命中间的罪。当然，咱嘛爱常常祈求圣神提醒咱，爱互咱过一种圣洁的生活。如果咱有得罪上帝、得罪人的所在，咱就爱开始认罪悔改，互上帝甲咱中间无任何罪的阻挡，互咱会当有一个真畅通的管道去领受上帝给咱的祝福。这是第一项，爱处理咱生命中间的罪行，这是咱保守咱的心的第一项重要的代志。第二项，除了清去咱生命中间无好的代志以外，咱还去将迄个好的物件放入去咱的心中，咱的内心爱常常去思考迄个水果好的代志，因为水果好的代志放入咱的心中咱就受伊影响。咱的心受影响了，咱讲话、咱的行为都有正面的影响。所以保罗先生同咱讲你乃常常留意遐个美好、甲值得学乐的事，一切真实、高尚、公正、纯洁、可爱、甲阳光的事，拢爱重视。其中这拢爱重视，就是讲你爱注意啊，你爱将伊放伫你的心肝内底，变做你生命的一部分。咱清去咱心中的罪了，咱去将迄个美好的物件放伫咱的心中，咱活出来就是美好的生命。什么是上界美好的物件？就是上帝的话嘛。咱常常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中，就成做咱的帮助嘛。所以诗篇第1篇第20节，咱讲啊，每日三思上帝的律法，互咱的思想会当得到改变。这种人凡事顺利。伊所做一尽亨通，所以咱生命要活出迄个水的款式，就是你爱将迄个上帝话放伫咱的心中，
真做咱的帮助嘛。上帝话那亲像光同款。所以圣经对咱讲，诗篇119篇130节讲，你的教训一解说，就发出亮光，互愚妄的人得到智慧。咱拢无够也聪明，但总是上帝的话伫咱生命中间做咱的引带，帮助咱，咱会当行伫上帝为咱备办的正道顶面。所以这就是讲查经班的重要。有人讲牧师啊，你搁咧做制度性行销，搁咧推广你的查经班。其实牧师对这查经班有足大的期待，因为咱要透过这查经班来帮助大家研读上帝的话，互大家因为上帝的话来得到福气。我确信，如果咱的教会若有够额的人数来参与这个查经班，咱有3个查经班的时段，互大家选择。如果有够额的人数来参与，会当翻转咱的教会。咱来想看觅，咱是上帝百姓，上帝百姓若无读上帝的话，安尼敢对？咱亲像一个骹球队，骹球队上较主要就是爱练骹球，爱踢骹球，爱去比赛骹球嘛。如果一个骹球队因不是去郊游野餐，不是咧煮餐，不是新生会、火锅会，这敢是骹球队？是讲因骹球队只是拍开电视看人咧踢骹球，这毋是骹球队。一个骹球队就是爱去练习骹球，爱去学习骹球的技术，然后爱去比赛嘛。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做一个上帝的百姓，就是爱读上帝话嘛。所以牧师要鼓励大家做伙来参加查经班，因为查经班会当帮助咱将上帝话藏伫咱的心中，成做咱生命的一部分。咱需要的时阵，上帝话就提醒咱，互咱行伫迄个死正的道路。这保守咱的心，就是爱安尼。最后一项，咱知影，要保守咱的心怀意念，咱靠家己一个人，往往咱拢会失败。要做一好一项代志，咱若家己一个人做，咱拢会常常会失败，因为无人鼓励嘛。因为一个人内心会起无好的念头，往往是安那，家己一个人的时阵嘛。但是如果咱若有一个支持的团体，安尼咱就比较较容易。所以咱咧做代志拢爱结伴做，较会久长嘛。感谢上帝，伊互咱身躯边安排真侪支持的团体。第一个是啥物？第一个就是咱的家庭，第一个就是咱的家庭。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如果你是家庭的一份子，你就爱互你的家庭成做一个属灵的支持团体，特别是咱中间做家长的，因为你的家庭如果若充满迄个属灵的氛围的时阵，这家庭的人拢领受祝福。所以，恁伫家庭中间到常常讲祝福的话，讲荣光上帝的话。伫家庭的中间到互相不断的带祷，咱到替咱的另外一半来祈祷，替咱的囡仔、替咱的时代来祈祷。如果咱若常常伫家庭中间营造这款属灵的气氛，你的家庭就成对一个支持的团体，属灵的支持团体，互厝内底的人会当时常得到帮助。所以咱对今仔开始，咱就逐工拢替咱厝内底的人祈祷。伫伊面前替伊祈祷，伫伊离开咱的时阵替伊祈祷，互即个家庭成做一个支持团体。有的人就牧师讲，牧师，阮厝里呢，我一个信主，安尼要安怎？不要紧，上帝有替咱安排教会。教会中间有小组，有团契，中间有真侪兄弟姊妹，咱会当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互教会即个大环境也营造迄个属灵的气氛。为什么？咱讲圣殿要成做万民祈祷的殿，就是因为透过祈祷，互咱教会充满属灵的气氛嘛。咱来到这，咱所讲的话，毋通讲真侪人的话啦，爱讲荣光上帝，爱讲祝福人的话，互咱这教会这个氛围起造起来，这就将成做一个属灵的大家庭，互每一个入来这个所在的人，拢
拢参与伫即个支持的团体中间，互相鼓励，互相帮衬，这是奔走天路的方法，也是保守咱的心的一个方法。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应该爱拄起咱生命中间来做，然后常常将上帝话放伫咱的心肝内底，佮加入这支持的团体，营造这支持的氛围，就当帮助咱保守咱的心。当然，这也无够，因为有真侪细节的问题，牧师佮要继续甲大家分享。咱要用一冬的时间来学习安怎去牧养家己的心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会当伫你的话内底得到激励。恳求主你帮助阮牧养阮心灵的功课，互阮软弱欠缺的心会当勇壮起来。阮恳求主你，互阮混乱的心会当有顺序，会当明白你的计划、你的心意，然后照安尼去行。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中间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因为你的话来得到福气。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牧师的勉励，咱要用吟诗来回应上帝的听。圣诗第271首，愿我哪行主哪活。咱要用新圣诗来吟吼，所以请大家看PowerPoint。圣诗第271首，愿我哪行甲主哪活，咱做起来吟。
奉献的大仙，我代表双连教会欢迎今仔日来到本教会做礼拜的贵宾。你若伫外口接待处的所在，未付填写留名卡，请伫座位前，阮的留名卡请填写好势，直接交阮收奉献的即事，互阮有机会来欢迎甲入班的。即是咱用奉献来继续咱的礼拜。啥物拢是主想事。双连教会是一间恩典满满、领受5000两银的教会。感谢你，互阮家庭营拢教育阁有剩。阮知影，除了诚做一个好的管家以外，阮也有义务去帮助其他弱小的教会甲事工，通做伙宣扬上帝国的福音。今仔日也是为着原住民团队者的生活的关怀主日，求你互阮用基督的心甲实际的奉献来关心因。当阮献上金钱做你圣工的路用，同时也献上我逐人的财前、温书甲性命，互你来采用。愿你感谢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报告，我要做重点的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的第4页。本周的特别事工，本主日是为本会所定关怀主日。礼拜中也特别感谢原住民阮为着原住民团队者的补助的事工的奉献，也特别感谢
八家教会的诗班，伫咱第3场的礼拜中，带咱做伙来献诗。愿上帝祝福原住民传道者的生活，以及原住民部落的服侍，甲福音的事工。因为现在牧师伫4月28、29，有带领34个家庭，拢总有113位，前往龙潭的渴望园区举办亲子营，有定伫下晡5点会转来教会，愿上帝祝福带领。全教会灵修会伫5月19拜六9点40到下晡的4点半。阮的主题是正做门徒的旅程有3讲。特别邀请到梁德牧牧师，伊以前是台南新人医新约的教授，现任是台南中会的盐下教会的牧师，请咱第一来报名。另外一个毋敢的事吼，具体关怀部分，本会会友，区王珍珠姊妹，伫4月21安孝主怀，要定伫5月12后礼拜六上午10点，伫即个所在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春季的敬老的旅游，地点是伫苗栗的天空步道，请报名，请陈美仙干事加报名。另外，相连的社福基金会消息，阮头一摆的新庄区的关怀志工的训练，伫本主日的中昼12点到2点半，伫807教室，请伊报名的爱弟来参加。请搁掀开第6页，装备的课程，咱洗礼前的造就班，若有兄弟要伫8月26洗礼的兄弟，请弟来参加，是6月24到7月29有6遍的课程。牛埔庄的消息的部分，5月份每礼拜四的暗时7点到9点，伫9楼的联谊厅。咱的讲员是王院长吼，台南新人医院的院长，伊有4讲，请咱来报名。顶悬有8块，大家会当用手机来报名吼。资讯传播的部分伫母亲节，咱有一个快闪快拍的活动，伫后礼拜5月6、13，第3场的礼拜后，地点是伫1楼、7楼甲9楼，请大家兄弟拢踊跃来参加。以上的报告，那请牧师来做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首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遮有几位，第一位是包素华姊妹，伫遮哈，欢迎，欢迎，欢迎，好，对美国回来哈，欢迎。第二位是陈依珊小姐，好，伫中家哈，欢迎，欢迎哈。第三位是林银昌先生专家，好，伫后壁面哈，欢迎。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敬拜兄弟。咱搁中间搁咱看到别家教会吼，今仔来到教会，咱的教会甲咱做伙敬拜吼。遮有老定安牧师、邱敬安牧师来，请你们起立哈。好，还有邱进龙长老、邱长老，欢迎哈。其实因组织会伫咱附近尔吼，因伫迄个大稻埕教会边仔遐有一个女子亲行，因伫遐咧聚会吼。因是属伫北中的都市的原住民教会吼。其实因的资源真少吼，所以咱持续来替因祈祷，也为着咱拄仔牧师所报告的吼，即原住民团队遮的生活的补助，吼，咱逐当的即圣诞节左右，咱拢会送一个圣诞礼物吼。愿上帝
会当透过咱手的帮赞，互因做更较美好的服侍，咱持续来为因祈祷。佮另外就是牧师补充报告，就是即个有关查经班的部分吼，牧师佮这边就大家提醒吼。有人咧烦恼讲查经班毋知敢听有无吼？放心啦吼，牧师会用迄个双联幼儿园的方法，甲大家做伙查经啦吼。所以绝对是听有，你若牧师的讲道你听有吼，你查经班绝对无问题。但虽然咱会用较浅的方式，但是总是咱会查较真深入，所以咱用真长的时间。所以请大家报名。有的人讲我袂晓网络报名吼，外面会当填名就会当算报名吼，外面遐有纸吼，你来填咧就当报名。这是牧师啦，大家请大家做伙来参与这个时间吼。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同心伫你的面前敬拜，领受你大的恩典。主啊，阮中间有来新的朋友，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因。阮将林明昌先生因的全家大细，无论大人囡仔，主，我拢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因，互因的身体、因的工作、因伫教会中间的服侍，拢得到主所赏赐的恩典甲保守。阮也将对美国转来包素华姊妹完全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伊，互伊出入得到平安。无论伫台湾、伫美国，拢领受主大的看顾甲保守。阮也将陈医生小姐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伊，互伊身体健康，也互伊甲主会当哪来哪认捌上帝，透过教会兄弟姊妹帮赞，互伊也对即个信仰有淡薄了解。求主赐福保守看顾因，互因领受主大的恩典。阮也将阮中间心神肉体软弱的兄弟姊妹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保守看顾，忧伤的你赐落安慰，肉体软弱的求主你带来医治，保守看顾阮每一个人拢领受你大的恩典，用阮的性命见证来荣光你。阮也将北家教会牧师中级同工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赐福保守看顾，互阮伫无共款的葡萄园，拢会当有丰盛的收成，来荣光你的名，也带予真侪人祝福。我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三个金上言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今时煞要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伫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
遮密岛社温强受摧残。